可以三度失去了，快由我这把三把。那么你我不放肆，不放肆的。那过来吧，不用客气，两人同称一把三把。不，天下了这么大的雨，哪里管顾得了这么多嘛？请问二位小姐家住哪里？家子，请问君子家住哪里？我家住清波门外。小姐呢？我们只在讲堂门外。是此是同路了，待我先去估错。算家，算家。请波门，见堂门。你们一个要到请波门，另一个是要到见堂门。你们还是去商量好了，我再来吧。算价，是先送他们到见堂门，再送我到请波门，多这些算价也就是了。早讲清楚嘛，不就好了啊？来，花龙算，放挑吧。小姐，请息。万是君子，请息。哎呀，你们还是无在动上来吧！
小生心虚明谢是会门，我与你，内见唐僧时，我与你。年方二十，尚未娶过妻也。哎呀，他不说还没有娶过妻呢，姐姐他还没有娶妻。哎，我说尚没娶妻的，你这个人好不懂好理。我怎么了？我这想着问你的姓名，你怎么不也问他呢？对，是此带我去问来，带我去问。啊，请问小姐芳名报姓？我家姓八，名素贞。苏贞，这个名字取得好，这个名字取。我这想着还没有讲完你。那么贵庚多少1000一样，什么一样啊？和你一样啊。哦，也是20岁。哦，对，